想知道自己實際賺咗幾多錢？等我哋教你點樣用幾個簡單嘅步驟，清楚睇到你嘅預計收入。開始啦！第一步，喺主頁入邊撳個人檔案，然後揀返分析。喺呢度你可以清楚睇到你嘅預計收入。跟住係追蹤你過往嘅收入。點擊左上角嘅月份篩選器，就可以睇到過去3個月嘅交易數據。你可能會問，你嘅預計收入係點計出嚟？我哋嘅人工智慧會自動偵察2個主要來源：聊天信息入邊嘅交易，同埋透過購買按鈕成功落單嘅訂單。需要調整你嘅預計收入，你可以手動更改。點擊請求修改就可以手動微調金額。就係咁簡單。而家你可以輕鬆追蹤、了解，甚至調整你嘅預計收入。而家就開始掌握你嘅收入狀況啦。